好了，你要那个，你跳不跳嘛？你们一起跳嘛？他也跳，这还有一个，3个在一起，要不要一起跳？这就是例子啊！那个老胡把他小朋友1年级那个带来的，但是他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可做可不说结了嘛耶。
屁股后面走。这个好看吗？它这个放哪？这路上。
小宝贝吗？没吃到宝贝吗？两个小孩子走了。